哦，你看，香蕉了，哦，采收香蕉，哦，这香蕉还芭蕉哦，这个比较短的有棱角，有3条棱还是几条棱？哦，那棱线很清楚，那个是短短的，那是芭蕉，就是没有棱线的长长的那个是香蕉。哦，芭蕉说对肠胃比较好，它有的怕那个筋骨不好的哦，也是不敢吃。它这个香蕉树那么高啊，要先用那个圆锹从那个茎那边挖一挖，然后它会倒下来，再把它拉到田里面。要控制那个倒的方向，你看，那就用这个成熟的这一面去贴到地面哦，就会压坏崩开。还看到好像有3条手呢，烂掉了，还有被那个虫吃了，或者可能被鸟走了。看长这么肥，你看这么丰满的，用那个台糖的有机肥填饱，140块而已。那时候有机肥比较不会伤到那个，比较不会伤到植物农作物，比较不会有肥伤的问题。化学肥料可能会造成肥伤的问题。然后如果有脏了、有蚂蚁的，用那个刷子把它刷一刷，然后要一串一串拿下来，用这个，你看这个有弧度了呢，用这个，好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用这样一串一串的，你这样把它拿下来。